请。这个狗官怎么会好心请我喝酒？不知又打的什么算盘，让我来忽悠你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哎，好文采，好文采。父亲，这位才子为何从前从未见过？这位是，此乃小女，小生白小凡，这厢有礼了。现在城里都在疯传你的后花言论，没想到你不仅人善，文采还这么好。小姐，双蝶绣罗裙，东池燕，初相见，朱粉不生云，闲花淡淡春。太妙了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在谈正事呢，赶紧回房。我不，我还想听。大人，有何正事呢？白贤弟年少有为，岂非池中之物啊！不敢。上面有意提升你为荔枝使，能为贵妃效力，那是天大的恩宠啊！什么恩宠？这明明是烂差事。7日之内要将荔枝运到长安，这谁能做到？不是白白让白哥哥送死吗？哎呀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女儿家懂些什么？快点回房，快点回房！我不管，我不允许有人伤害我的白哥哥。爹地，还好我的历史还可以，知道荔枝道该怎么走。无妨，我去。为什么？白哥哥，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白哥哥，你在家吗？白哥哥，你在家吗？我还挺有魅力的嘛。白哥哥，都找上门了，我魅力也太大了。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不好意思，相公，我看不见嘛。你属驴的呀？白哥哥，你在家吗？嘘，白哥哥，县令千金，刁蛮任性的很。县令千金啊，那你还不赶紧跟我和离了，去当县令的赘婿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些？人家都叫你了，还不赶紧快去？白哥哥，美女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白哥哥，我想好了，千金不换有情郎，我今生非你不嫁。啊！